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10月3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自告批准5岁到11岁囡仔会当注辉瑞 BNT 疫苗。假使后个月初，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嘛通过批准，那安尼美国2800万名国小学生都会当注疫苗啊。Out of 18 voting members, 17 voted yes, and we had 1 abstain. To me, the question is pretty clear. We don't want children to be dying of COVID, even if it is far fewer children than adults, and we don't want them in the ICU. FDA 第29批准辉瑞 BNT 疫苗的囡仔紧急使用授权，不过囡仔的剂量敢若大人的1/3，为着避免捂唔到。疫苗管仔的挂嘛改做伽马式，同款爱注2筒。即马等 CDC 批准了后，上紧后个月初会当开始注射。转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无增加本土病例甲死亡个案，不过有5个带病入境。疫情转好，指挥中心也宣布讲，若准主持演讲有保持社交距离，就会当免挂喙安。另外，咱国内出现头一个互人号做 Delta Plus 的 AY.4.2 变异株，是一个英国人伫隔离期间采检确诊，目前未影响咱的社区安全。国内新冠肺炎最新境外移入，如果新增加5个 Delta 病毒，有3个是属有突破性感染，其中包含国内头一个俗称 Delta Plus 的亚变异株 AY.4.2。个案是50外岁英国籍男性，捌做过2剂 BNT 疫苗，入境集中检疫所采检才确诊，对社区无造成威胁。它的传播力较一般的 Delta 变异株大概是高10%左右。至于说它对于疫情或者是疫苗保护力的影响，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些研究。因为本土疫情稳定，已经连续线第4天无病例，指挥中心阁宣布，为即马开始，单人也是真侪人直播、录影、主持、报道、演讲、致辞、讲课，只要保持社交距离，也是加隔板，就会当伫正式翕相也是进行的时阵，唔免挂喙安。卖场、夜市也考虑开放试食。试吃原则上应该是会同意可以开放不过我们还是等经济部最后的结果出来。那夜市边走边吃这边可能考量是说关于这个夜市里头边走边吃的一些卫生。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第13期疫苗注射计划，要提供 BNT 甲 AZ 疫苗注射，并无开放一般民众换牌子。BNT 疫苗的部分，第1期开放12岁以上民众会当预约，第2期是12月初8进前做过第1期的18岁以上的民众。预约时间为11月初3早起10点至初4中到12点。AZ 疫苗部分，第1期开放50岁以上民众预约，第2期是8月27进前已经做过第1期的18岁以上的民众。预约时间是11月初3下晡2点至初4中到12点。AZ 甲 BNT 注射的时间拢是11月初5至12。4个施打对象的话，那 BNT 的话大概有143万9千人哦。另外 AZ 的话总共有98.7万啊。若是青少年 BNT 第2期是毋是如期伫校园做？指挥中心是讲会请教育部先发第2期的意愿书做调查，也伫专家会议进行讨论。另外，外团因应着农历春节返来台湾的人侪，考虑入境14天的防疫旅馆天数要缩短。但总干是讲，目前也是维持边境严格管制，入境检疫14天，佮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宣布8大行业要带条件开放。11月初2开始，伫 KTV 唱歌会当免挂喙安，也会当食物件。不过，台中的 KTV 伫疫情期间，员工走差不多3-4成去啊。业者即马也咧烦恼讲，要安怎甲员工找倒转来？摕消毒水倒啊碰面，全部拢消毒。行政宣布11月初2开始放任防疫措施 ，KTV 唱歌免挂喙安。政策一出来，生理有希望恢复 ，KTV 的员工上班时真欢喜。停业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上班了，就一定会很担心啊。现在开放的话，当然心情就会比较好，至少就是我们就可以正常上班，对。很高兴，非常有活力，好。
台中 KTV 业者表示，疫情期间有3到4成真力离职，就算进前开放唱歌，毋过也是爱挂喙暗，消费者无什么兴趣。毋过即马要开放，将喙暗摕落来用唱歌甲食物件，来客数有个会增加4到5成。除了餐饮备料爱赶紧，人力也爱补足。做食物、做食材那些的部分的话，会因为就是说那时候不能做，那所以他们就相对去兼别的工作这样子。人力的话，我们会视情况，我们目前已经有先补一些人在准备了，那我们到时候会就是视情况再调整这样子。疫情等候，卫福部28也宣布8大行业慢慢放零，无少者陪业者符合4项防疫管理条件，而且提出申请，经过地方政府核准，应开放营业。台中市府表示，爱国家专家研究定出指引。中央已经宣布那很可能近期之内会开放8大行业那因为台中市呢已经接到这样的讯息，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会召开台中市的防疫会议。在会议当中，我们可以随着专家还有我们市政府相关的人员开会开完会以后，我们会做计划的宣布。KTV 甲8大行业陆续开放，考验地方政府的防疫措施，甲业者的调度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来看《中国时报》，今仔日是台北市立动物园107岁生日。这个月初5，有一只国王企鹅阿美奖出世，是日本天宫市动物园来号名的。阿美是日语糖仔的意思，代表台北甲台湾之间友好甜蜜的关系。接落来是《自由时报》。明年基本工资要起5.1%，政府也讲要补贴一寡受疫情影响的产业。即马初步方案是以服务业做对象，一个月薪水伫24000到25250块以内的人，一个人是补贴1000块。若算点钟的，是一个人补贴560块。预计明年正月到6月就会实施。接落来是《联合报》。4大公投年底就要投票啊！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开始头一场宣讲。若国民党宣传反三马政治等等的4项公投，今仔日开始伫凯道举办大暝49日的活动。台湾基进党的立委陈碧仪起哄罢免，中选会宣布台中第2选区的补选办伫明年正月初9。外界就质疑讲，这补选是超工，无爱和年底的公投做伙投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表示讲，公投是针对事件，若补选是选人，本地就爱分开，是两件无共款的代志。台湾基进党立委陈碧仪予人罢免解职，中选会宣布台中市第2选区的补选会伫明年的正月初9来举办。洪耀威讲，这是超工要和12月18 4大公投来加人气。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呼吁讲，就事论事。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出面来车盘。补选是选人，公投是对事，这本来就人跟事分开，也是立法院的法律规定。公投是对事，那么选举罢免呢、补选这个都是对人的啊。在法治的精神上，那么公投跟选举啊，他们没有合并的相关的规定。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就事论事。面对4大公投案，民进党正积极来咧备战。今年6月中执会通过5800万特别预算案，27党中央搁再来发函到各地党部，公布党公职公投的补助行情，其中伫外口来挂看板，一个人上悬会当补助25000块。国民党咧要伊讲，民进党党国无分，上尾会来演变做倒过的公投。等于是对政府政策的一个信任投票。如果到时候同一票远大于不同意票投出来以后，那蔡英文身为我国的元首，他就必须去思考，他所任用的这个苏内阁是不是适用，是不是还可以获得人民的信任？所以他的结果可能会变成一个倒戈的这个公投。从过去到现在，中央党部只要是有活动，就会去编列预算，全部从上到下全员动起来。那没有所谓倒阁与不倒阁的问题。那你把战场转移到年底4大公投，也佫有明年中2区的补选，国民党的人选还未确定，民进党传出讲前立委林静怡会来出战的机会真大。对外强悍，对内温暖哦。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政治的场域，他的那个角色跟我蛮像的，我都会用100%的力量来帮忙。
离中二补选还阁2个多月，蓝绿已经开始咧布局。年底4大公投嘛，互看作是中二补选咧试验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明仔载就是日本众议院的选举投票日。因为日本的少年人对政治真无关心，为着要增加投票率，民间也找一寡艺人来催票，要鼓励民众会记日去投票。Your vote is your voice。投票はあなたの声だ。讲投票的好处，佮讲家己去投票，这是日本民间针对31个众议院选举投票日所发起的艺人催票活动。日本少年人普遍对政治无兴趣。日本第二届众议院选举，20至29岁少年人敢若1/3的人去投票。为了抢少年票，佮有关少年人的投票率，民间家己办理艺人催票，也请渡边谦、小栗旬、拢总14个艺人共同录制广告。望互少年人会当参加政治甲社会话題。投票率今回上げたいと思って始めましたけど、もしかしたら今後10年、20年かかるようなこと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でもそれでもいいので、少しずつみんなで政治的な関心っていうのを高めていって、みんなで政治に関与していくっていう社会になっ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ね。虽然艺人催票引起话題，不過實際上這些少年選民的反應，好親像嘛是同款領。自分の生活に直結してくるっていう実感がないっていうのは一番大き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It's not really something that they study in school, and even if they do, it's like quite a limited scope. And for them, it's like they feel like. For the young girls, especially, I think they think it's a man's world. 除了艺人催票，为了提升整体投票率，日本投票方式原来真多元，亲像方便投票迄天无闲的人，有事先投票。另外，还有伫国外尊顶南极工作的投票制度，目前都敢若剩太空人的投票方式，也由台官方制定。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针对高雄城中城大楼的火灾，市府组一个火灾事故调查小组。昨夜开记者会讲，虽然无行政机关违法，不过消防局甲公务局无加强稽查，一年来就要加强改善。另外，这场记者会市长陈其迈无亲身到位，嘛引起哪样的批评。记者会进行默哀10秒钟。10月14日，城中城大火造成46人死亡，41人受伤。经过10几天的调查，市府甲府外学者组成的火灾事故行政调查小组下晡公布调查结果，认定这场火甲人为的放火有真大关联，也认为消防甲公务2个局处作为是无够积极。在行政上，各单位仍应该要积极行事，克服困难，而不应该以法令不完备或不合时宜而未能有更积极的作为。调查小组指出，行政机关虽然无违法，也过求有公务员服务法，行政机关应该有更加积极的作为。因为消防局发现城中城产权复杂时阵无积极辅导，案件受所界也无求助。公务局实在看机关的方向联系不足，也无积极来辅导基于公务大楼成立管委会。我不能接受，我觉得怎么接受呢？到了事情发生的这一刹那，大家都在推卸责任。下台是因为他要负责任，可是这样对他们也是，我觉得这样对他也是不公平啊。调查报告公布，有做好认为这是市府伫推卸责任，也有做好认为袂使怪市府的官员。不过，这阵只有公务甲消防2位局长辞职。记者会现场也无看到市长陈其迈到场，也国民党议员批评市长伫闪避。因为这个是尊重独立行政调查的11位委员。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我们当然会依据这个结果去追究责任。调查小组解说，记者会是对外宣布，毋是向市长说明，所以无希望伊到场。市府未来也依据调查报告追究责任，不过无明确说明追究层级。另外，消防甲公务比列出了疏失，要求在1年内改善完毕。记者综合报道。网络诈骗800款，来看最近有诈骗业者用一种干那职业的网站拍广告，假造南投信义乡的农会，来卖当地真出名的册梅啊。农会即马已经报警处理，嘛提醒民众要爱细致，唔通互骗去啊。这册梅啊，正伫政府徛台挂保证，也有工厂的出货相片，这一夜式广告，和南投信义乡农会问的电话是接不线。哦，那不是我们，那不是我们的网站，那个是盗用我们农会的图片，所以你不要被骗了。
梅仔是南投信义乡有名的农产，每年5月、6月是产季。今年农会加工的梅仔是早都卖了，即马所有不少业者伫网络盗用农会官方商标甲相片，用广告吸引民众买来路不明的梅仔。当地民众甲农会拢感觉品牌权益受损，佮烦恼消费者买到来路不清楚的梅仔，开钱佮上心向警方报案。接到非常多消费者的电话说，有看到我们的产品在网络上面在贩售哈，结果我们一经查之后哈，因为它是主打是我们信义乡农会梅子梦工厂，而且是信义乡这边的鲜翠梅青翠梅哈，可是我们发现这不是我们的产品。信义乡农会梅子梦工厂向警方报案说，有那个夜市的广告去利用他们的商标来贩售相关的梅子产品，然后警方呢已经受理并着手侦办中。农会表示，一夜市广告拢无留联络方式，民众若看到共款的信息，影响农会来确认，千万唔通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东北季风变强，温度开始降低，早暗温度若差真济，就较高造成心血管疾病风险。杜医生讲，民众会当用微微啊笑、举手、讲你好这3个动作来看家己敢有中风的危机。若阵有一项做袂到，就要赶紧送病院检查。最近温度降低，尤其是透早时阵冷季季，互中老年人也甲身体较烂的人面临健康威胁。因为天气冷，活动少，啉水量减少，血就会较落较苦，血循环嘛会较差，血压就较无稳定。医师讲，这种现象会使血管内底血顶起的机会较侪，增加心脏血管塌去，也甲中风急性发作。温度如果上下差了2度以上的话，再发生中风的几率或者发生中风几率其实差了5%左右。如果本身又是三高或者心血管的患者，他发生再中风或者中风的比例确实比一般人来得高很多。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显示，脑血管疾病是国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4名。中风老后造成失能的病母，也致使到成年人残障的主要原因。因为脑中风的症头包括着突发性高频无蓝两蓝、面歪一边、语言障碍，大部分无真特别的症头。抢救脑中风爱长时间，脑部若是无空气1分钟，会损失200万的脑细胞，所以消防救护人员也是扮演真重要的救护角色。其实我们 EMT 还有就是更精进的评估，就是可以更高的抓住他中风的几率，抓住他的那个中风的征兆之后，我们会立刻通报我们的医院，让他们医院做急救准备，让他们在黄金3小时之内，甚至在6小时，可以去救治我们的患者。医师表示，患脑中风的病患，佫发生中风的机会是一般人的9倍。若做当严格控管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这危险因子，就会当降低20%至30%的二次中风。民众会当用微微啊笑、举手、讲你好这3个动作来测试。只要任何一个动作你无法做甲到，就应该爱记破病的时间，立刻敲119送医。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26度，中部地区19度到29度，南部地区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18度到28度，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